一日调过来，从我们哪里呼啊？然后调一下时间多点。哦，它就习惯性会跳出来。哇，多管了啊！哦，所以呢，小孩子呢要跟妈妈争。如果我们这样子推算啊，大概就3年一个循环，沙梨先讲，哦，沙梨先，好，3年先讲，没有看过大的带2只小的，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推算呢，大概就是3年一个循环，啊，这个小孩子的体型生出来多大？他是公公奶奶，我爷爷，我讲一下，要等一下，下午3点钟就有一个小朋友啊，妈妈把它放在我们内侧，哦，要把哇，这个数据里面好多小朋友。哎呀，它夏天是它在繁衍跟生产的季节，多低西亚，哦，比如说一旦过来到这个泡下，那它等到